後來鄉親啊，繼續來看這件不幸的事件。4年前發生在台北，有一個鋪路的工人，甲一位義工發生着口角，工人袂堪得去，怎甲義工踢倒，甲人拖到路邊。啊，看義工疼甲爬袂起來，工人佫甲嗆講莫過啊。結果義工因為頭殼骨斷去，佫腦出血，變做植物人，1年後死亡。國民法庭1審宣判，講工人攏無反悔，嘛無賠償到死者的家屬，甲判刑10年4個月。西港的車路邊，一個工人粗魯白白，將一個義工拖到人行道就離開。義工是疼甲爬袂起來，其他民眾緊去甲關心。免嘛，啊你即擺身軀有證件無？警消到電話時，姓黃義工也會當講話，認為家己不要緊。當這位工人是黃爸爸。證件都報一下好不好？沒有，剛剛不客氣啊。代志就發生在2022年，當時姓這位鋪路工人在台北市興隆路一段做事的時，甲姓黃義工起衝突，工人怎甲義工扯倒，看對方失去意識，竟然將人拖去到路邊，佮叫對方莫閣過啊！造成姓黃義工頭骨骨折、腦出血，變做植物人，過當瓜就不幸歸亡。是講姓這位工人唔認罪，委任律師表示，是義工先動手，姓這位工人甲殺氣是正當的行為。嚴格檢方認為，當時姓這位工人甲義工用拖去到路邊，害伊頭殼受到3個的弄擊。委任律師解釋，是將義工刷去到路邊，保障伊安全。看起來被告有比較被檢察官形容說是拖拉甩的舉動，可是我們在整個答辯的過程中都有對於就是被告當時做這些動作的行為，我們有做出答辯跟解釋。將國民法庭1審宣判，依照妨害公務地所罪，判姓這位工人10年4個月。律師會甲當事人討論敢有要上訴。不過工人交代無賠償，也無要檢測，是要叫被害者家屬安怎了解。